各位同學，剛才我哋提到咧，我哋要做一個出色嘅風水師傅咧，必須要好有系統地咧學習呢個術數課程。咁有好多朋友會問嘅，咦？究竟我有部咁嘅天資啊，或者天分咧？其實大家咧唔需要憂心呢個問題，因為你睇翻咧，我哋讀中學啊、讀大學嘅時候咧，老師咧都好有耐心咧，地一步一步去教我哋，到最後咧都好多同學能夠畢得到業。學術數嘅情況咧，其實咧大同小異，都係一樣係咁樣學習。最重要咧，我哋要有個堅持。嗱，喺過往嗰10年咧，我就拍攝咗大概1000個小時嘅課堂。咁我將呢1000個鐘頭嘅課堂咧，就編輯咗入66個課題裏面。咁只需要咧啲同學啊，放咗工嘅時候咧，每星期花大概2晚嘅時間，而每晚咧大概2個鐘頭。咁你大概咧喺3年嘅時間咧，你就學晒呢一套專業嘅術數課程。咁本身咧個術數嘅知識已經係足夠咧，去做一個出色嘅風水師傅。